第7章，兄弟啊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讲，恁敢毋知，得到律法管人是伫活地的时阵吗？就亲像妇人人有丈夫，丈夫要活地，就受律法的约束。丈夫若死了，就脱离丈夫的律法。所以丈夫活地，伊若归伫别人，就叫做淫妇；丈夫若死了，伊就脱离丈夫的律法。虽然归伫别人，也毋是淫妇。我的兄弟啊，安尼讲来，恁借着基督的身体，伫律法顶也是死，互恁归伫别人，就是归伫迄个对死来个外，互咱结果子互上帝。因为咱属肉体的时阵，迄个因为律法来活的恶欲，就伫咱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总是咱既然伫捆绑咱的律法顶死了，现在就脱离律法，互咱服侍主，要照着心灵的信仰，毋是照仪文的旧款。安尼，咱通讲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断毋是。只是毋是因为律法，咱就毋知什么是罪。毋是律法讲毋通起贪心，我就毋知什么是贪心。总是罪趁着机会，就借着改命，互诸般的贪心伫咱内面发动。因为无律法，罪是死的。咱以前无律法是活的，总是改命来到，罪搁活啦，咱就死了。迄个本来互人活的改命，反转互我死。因为罪趁着机会，借着改命引诱我，并且杀我。安尼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改命也是圣洁的，公义良善的。既然安尼，迄个良善的是互我死吗？断断毋是，互我死的就是罪。总是罪借着迄个良善的互我死，就显出真是罪。互罪因着改命，更较显出是恶极了。我原知影律法是属灵的，总是我是属伫肉体，是已经袂互罪。因为我所做，我家己袂明白；我所愿意的，我并无做；我所怨恨的，我反转去做。若我所做是我所毋愿意的，我就承认律法是好的。既然是安尼，就毋是我做，就是踮伫我内面的罪。我也知影，伫我内面，就是我肉体的中间无良善，因为立志是出在我，只是行出来，袂出在我。所以安尼，我所愿意的好，我反转袂做；我所毋愿意的歹，我反转去做。若我去做所毋愿意做，就毋是我做，就是踮伫我内面的罪。我觉得有一个律，就是我愿意做好的时阵，就有歹甲我三角地咧。因为照着我内面的意思，我是欢喜上帝的律，总是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一个律，甲我心中的律交战，将我掠去，互我负担迄个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！一罪为救我脱离这个处死的身体呢？感谢上帝，靠着咱的主耶稣基督就会脱离。
安尼看来，我用内心顺服上帝的律，我肉体却顺从罪的律。